好，分享真到现场哦！今年好空比宝宝本台家己咧就下个电视台推出了新的8点档哦，就是34重的。讲起咧就是34吼，就是后生的太后生吼，啲地度咧，啲好高地度，含喺啲亲情友情之间吼，有乜个懂奇妙、懂神奇的故事啦吼。今年懂分享吼，有请到位洛萍姐来到现场来大家分享吼。刚刚有讲到的，啲地度咧，我有妈妈的亲情的角色，咩会有高叔吼啦，高叔。腔下吼有爱情的部分呐吼，唔讲吼，家家伫咧做戏吼，就做在做动刀啊吼，啲显神的神发地度，他冇可能做事情，冇可能的。唐讲吼，也摆没有系冇，有动动义正大哥吼，啲地度啊吼，本人他们做就会臭马的老妖啊吼，螳螂老妖诶，因为佢懂念剑的吼，就是动不动就要当掉人嘛。都归你讲的一板一眼呐，你讲底部做的事情吼。一般人可能看不会做的事情哦。你喺讲情人的部分吼，系冇？係啊，系啊，一板一眼的人吼，应用的嚟喐動哦哈。佢嘅方法吼，都係帶我去山地背度，吼，去本來看天亮，然後啲嘅地背呢，泡茶，係烤肉，吼，我吃到一神奇，因為一般嚟講，你講過，拍到。迄啲山地背度可能有臭味咬唔啦，吼，然後清面啦，可能有講乜嘅東西。我吃完啲鮮嘅地方以後呢，清香味，哈，啲山地背度我吃到清舒服，因為它冇嘅度就是講實在啦，台北市開始講熱天哦，迄啲看乜嘅可能個規身都係清唔舒服。嗰個像畫面好看到嘅，就係人家就啲山拿地度啊，蔥果嘅啊，但還有有，唔家還有個嘛看天陽哦。錯。啲山拿地度含咗在看天陽，有啊安尼，有啊，你看到嗎？佢哋會看真係有啲看，係冇人家就啲泡茶配肉係冇？配肉啊，錯啊，冇事情事做。唔講，嗱，想講係呀配肉嘅。配肉嘅伊咧通作吼，含咧發通吼，送落去太好生嘅去做嘅呢。然後就送落咩係啲地度嘅，寫咩係三四十四咩吼？應該是四十人寫，四十人寫，含啲嘅回味，同像好生人用嘅。其實應該按呢樣講，有陣時吼做欣賞嘅，因為佢工作都會較嚴肅嘛，某一天他很有想要抒發啊，想要表現自己冇空用嘅地方啊，都實力他都較冇空用。我知道。唐老師都給都平常時上課嘅時間啊，吃到係完全冇空用嘅。唔過唐講吼啲地度啊，吼，因為幾隻時代吼，幾隻年代吼，係有一維士牌嘅，維士牌嘅，人哋摩托車安尼吧，係咪係唐講咩輕危險吼？嘅台車應該冇有呢是兩年哦，因為佢要載我去山東嘛，吼，公司菜我草乜乜講嘅。真勁哦！我都拜係冇，我都拜係有乜間問題哦。因為較 Q 嘅啦，唔過嗰時都想講，因為以前佢較高嘛，我講嘅腳較重啦，卡實講，佢咩錢都叫隻腳嘅，反正就下啦。錯㗎，不過點啊？一小時，因為我知道有陣時撲去安全啲，錯㗎。香港人家就要去喀山啊。唔係人啦，係人嘅拉嘅啦，係冇。甚至4年嘅吼，唔係4年嘅太好上吼，啲地度嘅時節啦吼，要動到喀山啊，還有發生乜嘅事情啊，吼，人家就係有就親手嘅啊，對啊。嗰個啲現場地度嘅時節吼，唔會知道就係做一啲媽媽吼，真係人嘅拉係通夜嘅昆蟲呢時節，要去做一系列較危險嘅事情嘅時節，你嘅心情係唔係會受到影響啊？乜㗎？當然會啊，因為佢哋度吼，我係前無強用嘅蟲嘅，較特別嘅蟲嘅，一定要深山地背嘛。有陣時講真係4年嘅有陣時都較單純，佢都知道，都唔怕蟲，都係能安安安樣就做上去嘅。唔過都唔會想到講安全啊，可能爸爸媽媽會煩惱安樣嘅。佢地背都有安樣一團都係佢哋就為到想愛做乜嘅事情，吼，自家貿然都去做，結果差點出事情。佢做媽媽當然會親急來嘛，親。冇歡喜，不過看到4年做的安堅持、安認真，個心情係有點矛盾嘅。不過經過嗰個事情，我媽知道講，媽親決定講佢哋的對呢個事情嘅態度，嚇，因為我知道愛做乜事情都要認真去做。佢是講媽都先較輕鬆嘅，還是講啊有都好，冇都好。安樣我知道媽唔係講輕輕。嗰個一擺吼，啲戲劇地度吼，喺勞動到後生年啲嘅做戲啊，唔啲人嘅神經吼。
当杯吼，要吃到有较休爽么？你讲到冲甜的，那这个休爽年讲哈吼，因为记得着我妈都很俺妈妈啦，你休爽你就会讲，哦，莫讲莫讲啦，佮上个洗来讲哈哦，现炒这件清炒，规个都见咸见糟嘛该。不过我妈吃到真欢喜，因为我吃泡起讲食材真个较甜，跟我吃到啲安样年呢。气氛礼拜，还那个他家正经都庆欢喜，就是彼此又很尊重，又他家又互相这样子我知道妈以后呢，我讲爱吃到爱糖讲吼，轻尊重吼，轻尊重，轻准冲吼，呀，若萍姐就会投缘啦。投缘知道吼，哇，真给资深演员呐，黑毛。资深演员，对啦，我们比较资深一点。糖讲因为呀吼，可能黑呀投缘吼，替白吼来碰较重的戏剧啊，连续剧的部分，伊对呀资深演员吼特别的准冲，黑毛。那导演啊，吃到啊，真感通，因为我吃到对佢来讲吼。呀，剧本以客家戏来讲嘛，係算是唔是尝试过誒，佢都真認真，哈，比方說我用嘅拍啊，哈，還有就是怎麼呈現講，比如是講爸爸媽媽他嘅感覺，佢會攏我哋先討論以後有上時我哋就嘛客氣講，我們導演講嘅，做得安樣演嘛，哈，我都安樣導演安樣嘅起點。佢都若萍姐都馬上起啦，我都講導演不是安樣，不是你吵就好，你吵就好。對啊，都親客氣，而且佢就親尊重我哋嘅想法，所以拍起嚟我知道，哇，真係親歡喜，像他家像朋友咁哦，像家人，伊不家人安尼氣氛啦吼。唔過談講吼啲底度啊吼，呀若萍姐吼，還有一盞歌喉，係冇？一盞歌喉。係啊，啲底度啊，還有老依正歌啊吼，向下底嘅衝，還衝嘅客家歌曲呢。衝啊！嗰時間吼，真係突然都我哋講拍到，也喺劇本底度就有寫嘅係冇？本上講都喺我哋嘅衝，都喺我哋嘅線啊。不過正經呢，客家歌雖然講真有味道，不過有到即件咩唔啱好衝，嗱都會衝較簡單嘅啊。不過你讀到嘅呀咩東南衝呢？係阿濤哥嘅歌呢？我知道咧，算我喺底部嘅線都最簡單咧，除了那個天空那落嘅。天意是較簡單嘅，係，因為我這邊有準備小抄，佢所以嚟衝咧，或者起卡底度誒，有衝到啲條擺。因為我知道呢首歌誒吼，本來感覺還蠻浪漫的，動有意境啊。對，我來試試看啦，好冇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今日有個喺條擺呢，我深呼吸一下，嘅還記得，還記得。還記得你，還記得，還記得，還記得你，頭擺給你，頭毛重重，頭擺給你，愛看你走把戲，頭擺給你。愛客會唱，頭擺給你，為雜花送吻你。哇，還蠻浪漫的哈！有點記得嘞。哇，頭擺吼，對呀，就戲劇底度吼，又帶來一些嘅浪漫吼，有愛情嘅味呢。嗰首有首歌曲係唔同嘅。很愛讀嘅，因為我吃到咧係又好糖又酸，最簡單。嗰時候唔咩希望啲底度嘅吼，高酥做得鬆本唔化係冇，佢可能鬆本唔重嘅較夾嘅係冇。哎呦，冇行嚟咧，因為我吃到吼，你是講嘅真簡單，而且佢還有意境。你用啥衝起來吼？我吃到咁麼意厲害啊！搞一下，你用啥？你一句我一句。點啊會衝誒？就做得合點來衝啊！本上根本你點啊攏係向下衝，嚇哦練按鈕哦，練到按呢冇 PV 嘅嘛。唔過你底度可能上來係替白老依正哥合作嘅嘛？以前有咩情侶嘛？兩公婆，偶像劇係兩公婆，偶像劇點啊演阿老公，從第一次因為差唔多有10年嘅呢，10年呢，吃衝啊，我吃到佢冇話改變，所以這樣合作起來吼，吃到兩三咩起咩動好，跟默契親強。
抱起来吼，都吃到好像像好朋友，感觉都真简单啦，错啊。所以各位碰下用啥，真欢喜。真夹啦，系冇有两啥资深演员，老休上人来比较起来啦吼。我啲地度啊吼，因为咩迄老医生哥吼来动到嘅对数戏咩，医生哥吼其实妈妈迄行业冇错，不过佢咩较少啲嘅糖豆啊，较少啲嘅讲啊，啲对戏嘅时节吼，唔会做佢嘅行业嘅细先生冇。唔敢讲细先生啦，应该讲，确实讲吼，有嘛该花，因为客家话有的嘅音吼，无讲唔错，都会差一啲啲咧。我都会寻讲较神法嘿，嘅上较强用嘅，那年纪都还记得。佢嘛亲强啊，吃到有客家血统吼，教一下都亲强。系，严重嚟客家。佢亲无简单，因为讲实在嘅国语的剧本，我讲客话吼，又咩讲一两句哦，有上是印尼可能要转到几多摆？7、8、10场，还呢7、8场，安样呢，全部我讲客家话。那冇简单，冇按鬼呢啊！像我以前係學嘅好羅花，我做夢都會做好羅花，唔知佢唔知抱入去唔要做夢講客家話，真嘅有可能哦。唔講好，家家有看到吼，羅平姐啊吼，你啲做戲就做媽媽嘅戲份較多，下禮拜吼，要想講去挑戰乜嘅戲目，乜嘅角色啊？你較少去接戲啦，我嘛希望講，確實講。主持人还有兴趣，因为你他妈有啲讲美食节目，因为我好好食啦。如果你下博起讲食材会甜吼，甜迄一定会甜。不过他多时，他冇时间去陪细年咧，希望讲多啲时间再陪细年咧。所以突像日次诶，四场34场诶，都会主要都会客串，系都他冇时间讲全部按样嚟参与，都吃到清欢喜啦，都是好像有点蜻蜓点水按样。嗰種按嚟係做地咧，冇一法好就冇年冇呀吼，按嚟啲學戲一法，因為像羅平姐妹有啲有台沒有做戲嘛吼，真見佢嘅神法演嘅神法吼冇乜嘅平整吼。像個昂檔戲可能都青中年冇歲啊，因為你啊有年紀較大嘅吼，還能冇去試啊，冇歲年吼都多青多條按出來，我知道，還有上年做的，皮等4年嘅好嘅啦。錯。嗰陣今年活動歡喜吼，做哋邀請到嘅羅平姐嚟到現場，同大家分享一下34場嘅地度嘅有青年嘅角色，還有媽媽嘅角色咯，嚇，什麼羅平姐？什麼？好，下一趟呢要有2、3號特別嘅來賓嚟到現場哦。到底係乜人咯？等下就啲嘢咯，一下先嚟聊一下。